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基于《台湾关系法》，已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系统公计划。中国外交部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澳大利亚，出席在欧洲举行的四方安全会议。除了美国之外，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外长们也将出席的四方安全会议，是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之后举行。布林肯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后，还将访问佩奇，并将在夏威夷与日本和韩国同仁们一起讨论朝鲜问题。非洲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的非洲峰会上接受了斯瓦希里语，这是非洲近1亿人使用的当地语言之一，作为非洲联盟的工作语言。这是一个非洲地方语言首次成为非洲联盟的工作语言。英语和法语在非洲联盟被用作工作语言。欧盟正准备向俄罗斯致函。据宣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签署了这份草案，已泄露给一些西方媒体的欧盟27国联名信。这是对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此前致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信的回应，要求莫斯科从乌克兰边境和白俄罗斯撤军。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伊朗周三公布了一种射程为1450公里的新型导弹。此前一天，在维也纳重启了旨在挽救2015年伊核协议的间接会谈。乌俄局势恐对欧洲能源供应带来压力，德国天然气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德国经济部周三表示，目前德国的天然气库存量为35%到36%，低于40%的关键水平。数百名维吾尔人昨天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示威，抗议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关于维吾尔人的谎言。近年来，一再避免指责中国的伊姆兰汗再次站在中国一边。伊姆兰汗最近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收到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的一份报告，称不存在对维吾尔人的压迫。